环境部今仔正式公布碳费的一般费率，一档是300块，按算后年要开始收，一档大约是有60亿。已经有地方政府话讲，就爱分配给地方。不过环境部长潘启明之前有讲，无希望碳费真做是2亿的分配。今仔早起，国民党的立委就表示抗议，嫌执政党的立委嘛认为，碳费嘛应该要分一寡给地方。后年开始收碳费60亿的规模，各地方首长纷纷跳出来，希望一定的比例分给地方。环境部佫来再强调，根据财政纪律法，无法度定出比例，嘛表示这并不是国际潮流。环境部长潘启明日前表态，无希望当作是2亿的分赃。处长施文珍是重申，缴费者希望钱会当开伫真正的减碳顶头。我会极力的希望说，大家能够走到对的道路上，不是说把碳费当成是一个利益上的分赃。它的使用没有放在很恰当的减碳用途上的话，这些产业说不定想说，那我就不要缴了，那我就干脆离开。我们也不希望这种所谓因为这样子而造成另外一种程度的碳泄漏了。环境部重申，地方提出好的减碳或者是调色的计划，一定优先来补助。但这种讲法，立委敢若是无啥想要买单。不管是在野是执政党立委，拢认为嘛是要有一定比例分配。这个不叫利益分赃，缴交多的县市、排碳量高的县市，或者是减碳量高的县市，你应该给予他更多的比例分配、补助或者是奖助。部长说的，如果把碳费留在地方是利益分赃，我们提出严正的抗议。针对立委抗议，会再出席活动的环境部长潘启明澄清，是媒体提问是不是为2亿分赃的脉络之下做安尼回答，引发误解，伊表达歹势。议员重申减碳需要中方甲地方的合作，但碳费不管是为人口数、排放量，或者是受灾程度来分配，差距拢伤过大。希望嘛受计划全盘来推动。记者林俊平、姚做陈立芳台北报道。